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最近因为环保署同意桃园花园油塔龙潭涌的污浊水对新竹的受理海改排到桃园落界海引起争议。桃园乡亲当然唔肯，不过新竹乡亲也唔同意桃园的工厂废水继续排放到新竹去。工业废水排放问题仲系归废弃的哟。在桃园有名的有时工业区时，也有一张污浊水排放污染的路案呢，经过的声音严重，还是无好解决。今日路透过一个有时康泰工业区的污浊水问题，来反省我们的工业废水排放政策。平常做暗处啊，对呀，比这会更臭。4、5点的时候会比这个更臭。按你叫的啊，当叫的啊。反正批工垃圾，利用埋有時抗體工業區順項工種的農民，經過驗出現順項，本但趕快用的樽腳變到粗胖胖的，也係見到搶走的牽刺的水果和磷酸磷鈷指數。因为这里是贴身那水完全不能使用。我们这里水要排气水沟不行，他们那废水排的多臭，哪一天我去把要下去要弄一些工作，他晕倒。啲抗體工業區，那麼一片的一個田丘，係富沃嘅主工業。不過長期做農嘅富沃，則做研判休假，將其放。头摆都全部失田了，因为工业污染太严重，以后就没有再插秧了。嗰陣時都休工嘅。嘿。成箱休工。大部分休工啊多啊，哦。嘿。但係仍然都係因為工業氣管嘅一樣啊。嘿，全部都因为头摆容易去检测跟你那个土壤啊，里边都含毒了，所以也没有说很那个反应没有很激烈，就没有做，就是等它等于讲个含白人呢，很自然会挥发掉嘛。现在入市工业区哦，当时迄那个政府某日说咧变属一只工业区啊，但是非常临时去嘅成立在工业区，所以佢冇个公共设施冇做好。但是成立日内哈，但是苏到工厂的林立时间哈，你要差不多300人间工厂，但是冇一个污水处理厂，所以佢嘅出只水啊排到东明溪，跳到沙子海，跳到太海去啊。大概民國86年的時節，桃園政府為了引進其他項的工業，故所啲經濟部工業區管的有時工業區順項，挖嘅一地大概110公頃的工業用地，改變做抗體工業區。呢個工業區包括了機械金屬、化工建材、紡織、塑膠一條各項的產業。不過當時則冇做相關的污濁水處理設施，因此民間業者投資實操。故所抗體工業區嘅工業污濁水，就排到附近嘅水利樽橋度，也許農民唔敢夠用樽橋水嚟灌溉。但是每年工業區內哈，它要排有差不多幾10年左右嘅吧，是上下嘅啦。工業區自排廢水以後呢，我哋嘅水就用唔得了。本來我哋都會相對嚟田嘅嘛，全部都係嗰條樽嘅水。其實做樽嘅時候就難去做。較高啲嘅本來就用水用嘅，乾乾用嘅啦。今年嗰個水全用唔得啦，我田一冇法度死嘅，一冇死嘅，種到啲蹄頭啦，種到菜啦，天啦。常常大排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妥善的排放的地点，那只好借用我们的渠道来排放。目前就是整个排水的规划并不是那么的完善，之前我们就是一个权宜之计，让他们能够排散，因为毕竟工业也是我们那个经济的发展的重点之一啦。面对農民的反彈，陽灣市公所自民國92年雖然開始陸續做排水工廠，抗體工業區就算也想要留農民賣田丘，而做新的專用的污濁水樽橋，不過農民還是反對。
下游那个溪流有用到水利沟，啊，那个水利沟的话是没有灌排分离的，所以我们现在争取的是做这一段的灌排分离。也就是讲，那里头田附近的地方，不会让用的地方是做给的，啊，不会某人看到就算了就实在去排。有啲农民會反對原因，就是因為康泰工業區搶做嘅水頭嘅灌排分離天天，向下游冇到1公里，就初期排到東面海水頭嘅河壩度。透到雙田里不把新木嘅頭啊，把採用啊特別出水。它這邊啲下邊全部係全部田啊。全部鋪下水哦。係哦，因為三文水庫水也有啦。一條野水也有，因為三文水叫我冇多，比做就是處理野水嚟用啊。四條河壩水啦，入邊有規補浪未用入比有四條水啊，4條河壩水啊。按避洪水全部唔使用到啊，避洪水啊，唔使用到。我用避洪水。清秀用，清秀啦，我太田旱應該冇嗰時啊，太田旱咱就用到避洪水。將新北區虎浪村的羅阿伯，江中的田橋做啲東面海水，不過河壩水搶利冇，也冇耐查起。不過照環保署今年的監測資料，東面海水面葉沙子海當只發現有銅錳高量的情形。當個我跟我冇看到啊，結果我唔了解唔到，我看唔到個當個嘅水啊，我年後真少多個當個嘅，真少啊，除咗冇水咱要去喺比河看啊，這樣嘅，除咗個太田旱，咱要做喺比河看水，按真少去看啊，有當個有吐水冇水係唔知，工業區有來冇來，我冇了解啊。對呀，附近農田灌溉用水水利費也冇辦法，將做的要求農民盡量冇用河壩水。我們現在已經盡量減少在野溪取水給農民使用，因為我們也沒辦法管制排進野溪的這些工廠。我們並不能禁止它排，我們只能禁止工廠排入我們灌溉的溝渠，專屬我們水利會，而且由我們自己建造，有所有權、管轄權的水圳。那條水路啊，總共有雙田里都新屋都裝滿，如300人公頃的良田而灌溉水溝，甚至那降水還適量降水，但是政府冇從事，我反正都16年來，但多兩萬冇解決。對康泰工業區度接着流出有污有臭的污糟水，農民一時想要透過公權力來解決，不過特別檢記得到嘅結果啥係？環保局有人去報啦，但是佢講佢哋喺工業區嘅排廢是用嘅會繳嘅啦，咁樣講，係啊，佢說你用講嘅也無效啊。有人檢記嘅時間，是為了檢記長嘅時間。3個月嘞，樣的時間，這段時間都沒來。這種污染的情況的話，如果農民有跟我們通報的話，我們會要求環保局到現場去做一個會勘。那如果有真正的造成污染，環保局會針對這些造成污染的廠商進行一個裁罰。一般的農田水利會就他會講到說，那個水質部分，你環保單位要去要求啊。我們當然會去要求，你如果不隨意給這個打排許可的話，其實源頭就根斷了。就不會有這個廢水經過這個灌溉水路到我們的農田灌溉裡面去。對於這位廠商，要條條嘅排放無合法規嘅污糟水，康泰工業區廠商協進會一當無奈何嘅表示，本來也希望附近嘅有時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就是同意來處理康泰工業區嘅污糟水，但因為處理嘅量唔大，故所冇辦法接管。整個工業區是沒有編定公共設施的部分，所以它沒有污水處理廠。那又是工業區那邊，它本來有意願要幫我們這個忙，但是它當初又是工業區當初設立的是蠻早的，它所處理的那個污水量，現在在他們工業區已經是不足，起碼不足大概2倍了，所以它能力範圍有限，就沒辦法處理到本工業區的污水。本縣政府一直提出，希望康泰工業區做嚟設立污糟水處理廠，適合來處理。不過廠商則考慮到昂貴嘅污糟水處理費唔肯做。我們桃園縣政府來主動
来找附近的看有没有可以做解编的一个区域，让这些附近的这些的厂家共同出资来盖一个污水处理厂。那土地的部分由县政府这边来资助，那厂商这边的这个联系的部分由工业局这边来联系。但是这个标准就是说，这个经费就是用 VO 的，大概又是这边设起来的话，大概要25亿，要20，连土地、连接管什么的哈，整个那设好了以后，以30年计的话，我们本工业区是每吨的污水处理费啊，大概是扩大工业区那边的1倍，他们是1吨40几块，我们可能这边要80几块。对于环保团体谈的，这道实在太好笑的，因为这样是工业主管机关最应该做好管制，唔係因在工廠凊彩设立，將造成一下污糟水，根本冇辦法處理。一个污水处理厂，你一个管制哈，你工业区工业局的管制，我的污水处理厂能够处理10万吨，好，那现在如果已经 capacity 已经够了，你多少吨报过来嘛？那10万吨，那你就不能再让任何一家再进来，或者让任何一家增加 capacity， 就增加产量哦，或是增加废水量，你就把它管制好嘛。工业废水，无毒排放。不過，因為污糟水處理廠咁正經做的解決工業污糟水的問題係，一直以來環保團體就批評關於工業污糟水排放的管制太輕彩。按照環保署總算提出相關修法的公聽會，只能圖案探塑化劑尤其非法活一條列做18年的管制。我們也針對目前我們這個產業的一個特性啊，那我們就必須要那個先予管制的部分呢，優先提出來訂定標準。中科或是竹科的这些园区里面，大家已经开始在讨论到了，政府也讨论到了，就像 LCD 啊，什么这些高科技的或者是电子厂哦，因为事实上我想在那里也很多电子厂，这里面不只是导电度，不只是氯离子，不只是硫酸根离子啊，不只是汞啊、镉啊那一些东西啊，其实还有很多有机的毒性物质。那这些毒性物质其实都没有管制。不過，環保團體還係批評國內管制項目遠比先進國家慢了幾10年，也係按算天天的管制項目還係特少。環保署，你經過了2年的調查，石化產業就只有這12種的污染物嗎？我們看國外，美國他們總共管制了石化業，管制了110種。還我經濟效率性，還我經濟效率性，毒水討厭性，毒水討厭性。一研證工業污糟水排放的標準，遠比公開用水水質標準還要低。故所填橋一體嘅損害，將喺先前受到邊邊管嘅桃園化業油塔龍潭廠開牌爭議，就造成先將到桃園兩地嘅農民嘅抗爭。農民講嘅，除咗工業污糟水對嘅高土地土可能影響無為生長以外，還加驚填橋度對內太多嘅重金屬，造成重金屬嘅污染。連續把它排放1年，在一個田地上排放，那一塊土壤要變成整治場所，就是那個重金屬會沉積在那個上面。那沉積當然透過食物鏈就吃到我們，對。只有南洋污染政治法的規定，南洋受到污染過後，看污染的泥土本做控制場址，來整治場址。照環保署的統計，全國公告立管的農地污染場址568度，桃園縣就佔了將近50%。现在很多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的污染，其实最常讲的是农民的这个土壤污染，啊，那土壤污染现在在全国大概，我看大概有200-300个这个土地都公告为整治场址或控制场址。最基本的问题没办法解，就是这些的工厂它排放的水路，因为它应该是属于早期是在农地范围之内，啊，它很早就在那边设立了。那它没有一个承受水体，它所以要经由农田水利会的这个灌排的水路出去。这个是台湾长久以来国土规划没有做好。工业区当你设置的一个地点一错误的完了以后，你后面你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了。
华映友达在民国85年，就在那个地方，在省政府环保处把它和平通过以后，已经注定那个水一定要排到效率溪，一定要污染新浦的自来水。無論要是抗體工業區，亦係華業、油塔、龍潭創業掉，都啲桃園地區較高港嘅所在，一但是就係河壩水源頭。故說無論漚州水係未經過處理，天朝會順電河壩流到大海，也喺河壩水100公頃嘅田丘，有受到污染嘅可能。呢個唔根本嘅解決污染嘅源頭，問題天朝會繼續發生。規則生活嘅環境，因為漁業冇辦法恢復。